来继续是正大的消息，来看立法院8个委员会今仔日正式来开会，针对着每一个党团委员的布局，即摆嘛将做焦点。有一寡立委就互质疑，伊的专业甲所属的委员会无符合。像这个 NCC 的前主委王晓玲是来进入到司法法制委员会，另外有 AI 专业背景的郭如君，并无来加入到经济委员会，是来进入到教育文化。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是帮忙疏言讲话，伊讲因两个人的专业，伫因所属的委员会，拢会当来发挥到专长，嘛学了因两个人是理性问政的优质的立委。我们刑法上面是禁止处罚预备犯的。我不知道一个行政法规可以这么做吗？3月7，即阵行政院长陈建仁对法条正了解，法学博士背景，国民党部分区立委洪晓玲头一摆即阵就出名，即摆被质疑讲专业甲所属委员会无符合，被点名那也立委有加入司法法制委员会前 NCC 的主委王晓玲，有 AI 科技背景的郭如君是进入教育文化委员会，也有民众党立委林奕君明明是药师出身，却加入国防外交委员会，被批评讲这专家委员无发挥伊的专长。像我本来原想到内政去，但是因为了整个国会改革，然后在第一个会期我们要有一点成绩对国人交代，所以每个人就被协调后分配到各个委员会，都能发挥所长。我们在卫环委员会跟陈昭之委员跟林主委都是药师，所以我们希望每位委员都到不同的委员会去做历练。事实上，各党团伫委员会会当分配席次，必须符合各党团伫议会总席次的比例。若是有超额，就要由口下决定。面对在野党被质疑，历年委员嘛有替因讲话。民进党会尽量让不分区立委可以进到他的专业所属的委员会，但是最后也不尽然了哈，因为资深的立委的选择会排在前面。国民党这次所提的不分区立委的确是相当优秀而且专业的，而且都是我觉得都蛮理性问政的。立法院8个委员会正式开会，南北不分区立委布局意外煞变成大家关心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